高雄昨暗头仔咧伫半天悬的时阵，出现一撮真大撮的坑，连屏东也会当看到。高雄气象站表示讲，今仔日天气甲昨是正接近，暗头仔有机会搁再看到比例坑。 医院的半圆裤下过街仔路甲地平线，二是尾暗6点外，高雄天顶出现一道真大的彩坑，是接近完美的半圆裤仔。真少看彩坑外围阁有霓虹，连屏东拢看会到。民众看到赶紧将头前的景色翕落来。来台旅游的香港游客嘛感觉真稀奇。很新奇，很漂亮，比较少会看得到彩虹。 高雄气象站表示，光线入去空气内底的水汽会出现折射，反射了后才搁折射出去，就会出现彩坑。另外，光线伫水汽内底进行2道的反射，就会变成霓虹。会出现安尼的景色，主要是因为二是中昼过后，雨水对山区开始对流落雨。雨水从山区开始降雨，对流降雨，有阵雨啊，有雷阵雨，开始降雨之后，在4点之后开始影响到我们的平地，所以大概4、5、6点的时候。 其实平地的上空也都是布满了这一些小水滴。气象站表示，高雄25下晡同款会有局部短时阵雨，山区有局部的大雨，天气甲前一天差不多，所以若是空气中的水汽会使爆满，就有机会搁一摆看到彩坑。记者陈环宇、柯正俊高雄报道。